美国总统川普正一届公开表示，讲台湾的台积电抢走美国晶片的生意，嘛讲要扣进口晶片的关税。有人讲哦，川普的目的是要把上先进、上关键的半导体技术引进美国，减少对亚洲的依赖。川普政府未来敢会阁要求愈侪半导体设备商嘛搬去美国，对咱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会有啥物影响？今日解破新闻，咱特别请易经来为咱整理各界的看法。是主播。台积电宣布要搁伫美国投资上无1000亿美金，也就是代表3兆2000多亿，用来起3座晶圆厂和2座先进封装厂等等的设施。这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上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案。消息一个公开，遂引起关注。咱拢知影，Trump 第2任期实施真侪关税改革，即马台积电扩大投资。Trump 表示，晶片伫咧美国生产就免放扣重税啊。有记者就问 Trump， 中国若想要拍台湾，这项投资计划是毋是会当减少晶片对美国的冲击 ？Trump 表示，台积电总部搁伫咧台湾，那假是出代志，对美国来讲是有正大影响。Trump 一直想要发展半导体，甲台积电的技术摕去美国生产。咱国内就有人讲，照这个办势，台积电无定就会变做美积电啊。因为台湾未来若准无供应的优势，失去这张王牌，未来敢阁有本钱伫咧国际徛起？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，目前供应链是被规个拢煞去，上重要的研发中心会留伫咧台湾。若行政院长杜英泰嘛讲，这半导体产业的根会留踮台湾继续壮大。到底台积电这项投资计划对咱来讲是好还是歹呢？有学者认为，投资1000亿美金，分做4年，一年是250亿美金，已经超过台积电一年支出的5成，一定会造成台湾资本外流，而且供应链豆豆刷过去，这人才甲技术嘛拢有外流的风险。不过学者也讲啊，台积电扩大投资，可能会当带来新的商机，对咱的半导体产业是一个正面的发展。上无伫咧短期内会当稳定咱这台美之间的关系。最近美国介入陆欧的谈判，泽伦斯基和 Trump 踢破面，国内贸易派是提醒讲，今仔日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仔载台湾。伫咧外交事务这本国际期刊顶悬，就有一篇文章，讲美国会想尽办法降低台湾的战略价值，因为安尼生，就算台湾去互中国占领，对美国都未造成上大的冲击。不过台湾和乌克兰无共款，美国上大的对手是中国，毋是罗西亚。Trump 是生理人，被开大钱去烧战，所以全力避战嘛是台湾争取 Trump 支持的关键之一。咱台湾毋但爱甲半导体产能和技术抓伫咧手头，更爱保护台积电，莫去互美国规碗放弃。以上就是今仔日解破新闻，咱甲时间交通互主播。